到。3分钟，3分钟。206小姐。局长，案发现场在前面，过来。哎，学长，风景不错哎，家庭电影院。家庭电影院，赶快弄一弄啊！邻居报案原因是因为闻到屎臭味。我们开始了哈。莉莉啊，你待会带着雅丽一起做测绘的工作。猫仔，拍的完整些哈。没问题。大叔，这边。跟照片上是同一个人。华生，你看一下。我要他为什么要写这些字啊？
莉莉啊，你们继续哈，我到外面去准备。哦，今天葬仪社要照。莉莉、雅丽，待会厨房死者的血液采集一下。好。猫仔，卧室。客厅我来过哈。考试考得怎么样？终于通过了，学长，谢谢。哦，恭喜嘞！什么时候请吃饭？等这个案子结束吧，就请大家吃饭。要请要快啊！谁知道这个案子结掉后，另一个案子是不是又来了？没问题啦，这个案子一结束，就请大家吃好料的。你讲的哦。对啊。到时候我一定要给你请到。华叔，这个公寓是3年前那个案子。嗯，你还记得那个案子？真的很巧。这边之前也出过事啊。 3年前一个女的这边坠楼，不过那案子很奇怪，老庄那也查不出什么自杀、他杀的尸证。老庄，真二的头啊，老庄我们单位最老的。那时候没有遗书，没有目击者，他嫌那个死者老公也想不出什么原因。可是很奇怪啊，那个女的死之前还去保险，然后受益人写她老公。 他难道不知道自杀的话领不到保险金？好了，上工了。9点吗？怎么还慢吞吞的？快点呐！阿西呢？阿西，来不及了啦！快点！
好的啦，好的啦，听到了啦，就换衣服呗。静怡姐姐早，哎，哎呦，乖呀哈，听妈妈的话哈，走了走了，来，钥匙，我走了，好孩子看好了哈。好。哎呦，阿西，手机呀、手机。哎呦，忘记了。来，哎，啊，走了。嗯，啊，家里看好了哟。好走了啊。穿起来。静怡，快一点，来。来，走。
今天要功课写完才可以出去玩哦，哈。来，今天老师有教什么东西？你要干嘛吗？这样子啊，我们先拿铅笔盒好吧？来，打开。这个放上。学姐，学姐，李丽，什么事？怎么了？太累了。没有啊。怎么样？没有了，我想说，你们刚在外面说那个3年前的案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一个意外坠楼的案子，也是自杀？还不确定。是啊。学姐，那你觉得他是自杀吗？是不是自杀？可能要等法医最后鉴定的结果才能知道。嗯。如果他自杀的话，为什么要写这些字啊？而且如果他真的想死的话，你看，这种高度，他只要站起来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会自杀？你这边风景不错哎，视野很好哦。哎，那是不是新店溪呀？那过去就是永和嘛，哈。你从苗栗来啊，能够找到这里哦，运气真好。喜欢就搬过来住啊。不行啦，我要是搬出去，我家那个怎么办？啊？干嘛啦？抠闺蜜。哎，你要当明星呢，这么小心眼哦。啊，到台北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唱歌嘛。啊，交给我。我又没说什么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对了，上次我们那个投资那个啊，差你那一份啊，有没有？今天。我是不急啦，可是人家一直在催，哦，很烦呢。给他一个交代了哈。反正早点把钱交给人家啊，这样也好办事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生意人就是这样啊。哎，我看。才500万哦，真的很可惜呢。哎，我跟人家讲，你要这样呢，double 呢。这已经是我全部的钱了，如果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
，smile OK。我没怎样，我有说不行吗？啊？你又没说什么。哎呀，再来一次哦。哎呀，不正经。好了，来不及了，赶快去，人家姐姐在等你，已经迟了。我不急，你急哦。那笔钱，你要好好帮我处理。放心，交给我，一切都搞定，好不好？放120万个心啊！等等，看看。敢若阮某的。阿叔妹硬想要去台北。哎呀，阿英，去台北啦，无钱无钱，又冇个偏通的时间，拢无人肯照顾。我个也行按久，等你做个见本日，也好机会来咧，做嘛无去吃可能咯。唉，阿叔妹同讲，唔想看那些，冲骗的啊，买啊也唔会冇，唔去讲，再好好考虑，万一唔去台北的时间，全部人偏呛呛的，看那些安样的，几来都唔对安样的几来哟。那还能爱去？喂，是小碧吗？那是妈妈啦。哦，你妈的事情，我嘛嘅事情啦。爸爸咧，在旁边啊。你最近好啊唔好？情况啊，哎呀哦，一啲好搞咧，老同學相處好麼？功課好啊唔好？情况啊，你妈的事情我才来讲媽媽也早禮拜日我去安樂園看家公，你也強下去嗎？的。说你跟那里妈的事情。哦，哎呀哦，好啦，冇關係啦，下擺我去找老人講哈。哇，我妈的事情来管你啊。好好。小兵，那你到了哎，好啦，那我们先进发啦。喂。頭髮開來，菊花那裡旺。阿哥小妹身上買兩三行，姨兄阿妹鴛鴦啊哪裡爭？弟兄阿妹兄啊哪裡藏？干嘛看得那么认真？你会拍的比他们还漂亮啦。燕子，给你起一个响亮亮的绰号，三哥天后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林大经理。哎呀，看看谁来了！哎呀，东哥，好久
久不见好久啦！不见，生意兴隆哦。哎呀，哪有，靠你们啊！哎，给你介绍，这就是我电话里面跟你讲的那个，有没有？云英。哦，你好。桃竹苗一带非常红啊，山歌天后。山歌。哎呀，我最喜欢听山歌了。那个云英啊，云英。那跟你讲哦，那没客家人呢。兄弟，你也客家人哦？哎，你哪边人哦？那苗栗啦！来，走！你们叽里咕噜在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懂，你们是都失散多年的兄妹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唔知得啦，那都客家人哦，最团结了，对吗？出门对外面了，又出来推背，那都客家人哦，不应该互相照顾。对，云英，我跟你讲哦，来台北，你不要怕，有我顶着。还不谢谢林经理。安这些什么呢？哎，对，那同董哥讲哦，没有从哪的客户了。哎呦，现在来都客户的年了哦。哎，对呀，你用我手机录出来看看，站手机看看嘛，好吗？哦，看看，走的啦。以后你们要表演的嘛，对吗？啊，来，对，好，站手机，好。猛回去，东西啊。好，金浩。有钱大家赚，好。我俩的别意，愿太阳快升东。我俩离别意，要再见，再梦中。弟弟，哎，怎么样？里面保持的蛮完整的，应该没有人经过。死者叫林云英，是个客家女歌手。嗯，她是苗栗那一带的人。有认识吗？我爸那一辈的都听她的歌。这样。客家歌手，山歌第一名。知不知道为什么叫山歌？为什么叫山歌？在山上唱的歌。不要乱讲，你讲的那个是原住民的歌。我没有乱讲啊。他们就是在山坡上啊，采茶的时候有没有情歌对唱，然后就发展成山歌。对啊。那你会不会唱？我怎么会唱山歌啊？我唱客家歌给你听。学长，啊你唱我敢会听你啊？那安尼讲啊。随便你啊，你不要被华叔骂出来。那过来了。你只会唱这一句啊？我又不是客家人，我会唱已经很厉害了。给你拍拍手。那你们认识那个会讲客家话的朋友？没有。
我跟你讲，我认识几个会讲客家话的人，他们都住台北，可是很奇怪，他们住久了，好像就觉得自己是台北人，你不讲客家话啊。你遇到他们，他们不讲客家话，你都认不出来他们是客家人。大概是怕别人听不懂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这比较跟那潜意识、心理层面那种认同有关，知道吗？你看我们闽南人啊，那我们遇在一起，我们很自然就讲闽南话，对不对？客家人遇到我们讲国语就好啦，可是他们都跟着我们讲闽南话不要自己乱猜啦。本来就是啊。你们两个，对不起啊，华叔。叔叔，给你。金鱼，嘿，那写字还是要画图啊？啊？妈妈嘞？真的呀？啊？在上面干嘛？没有啊。赶快下来准备晚饭啦，肚子很饿了呢。哦。奇怪，没事跑上去干嘛？金鱼，赶快吃饭啦！不要过完哦。妈妈等下出来要检查哦。真的？我跟你讲哦，那个阿坤啊，有介绍我跟那个周董认识呢。你知道周董是谁吗？周董开玩笑，最近啊，包了一个在木栅附近的那个工程，准备要开发一个游乐区啊，看好一个很大块的地呢。那个游乐区一开发不得了，一做应该是半年了，半年可以做。对啊，他介绍的那个建筑商啊，买屋子还会打字。改一天哦，有买新房子，或者买一台新车，回你部落，对不对？风风光光回去。好啊，好啊。下午法医跟检察官就会到了哈。谢谢。东西收拾好了，我们就离开了吧。好。真搞不懂，这年头一天到晚有人要自杀，莫名其妙。当歌手多好赚啊，哪还有时间自杀？
讲啊，做猫离婚咯。我不想再跟那个人继续下去。做因为离婚，真唔会做医生咧，我看唔多靠理解下。我想试看看走自己的路。我看是硬学。從來都唔識阿爸講過客家話。我看是唔記得咧，唔記得做嘛做醫生咧，唔是有答應過也沒有。如果妈还活着，她会了解的。你之前做过医生的？是的，长官。叫我华叔就可以了。是华叔。怎么不继续做下去呢？想换个不一样的工作，也许用心的方式可以帮一些问题找到答案。找答案啊！我们鉴识人员做的就是找答案啊，但是是用绝对科学的方式来找答案的。而且，我们是不被允许用私人的情感还有立场来办事的哦。我知道。还有啊，鉴识的工作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，这一点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我会的。好。我看你到隔壁找小刘好了。啊，他会告诉你一开始工作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。欢迎你的加入。以后如果有事情的话，你就尽管来找我。好。谢谢华叔。哎，李丽，我之前听人家说你之前医学院毕业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啊，听人家讲的。哎，学姐，那你是哪一科的啊？你猜嘞？有见血吗？辛苦啦。不会啦。怎么啦？没事。是不是因为死者是客家人的关系？其实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因为我也是客家人，所以有的时候碰到了这种客家人的案件，难免心里面也是会有些感触了。组长也是客家人。平常呢，在台北要碰见一个客家人，就已经算很不容易了。像我们这样的身份碰着了死者是客家人的案件，难免了，我想。但是我想我们就平常心看待就好了，好吧？有的时候放了太多的这种情感在里头，我知道。你懂我意思哈？谢谢华叔。死者的门窗保持完整。
你怎么来了？对啊，都这么晚了还这么拼哦。我想说赶着今天把这些录音稿的工作做完。我们不是说在我工作的时候不要这样吗？哎呦，又不是在现场，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样我没办法工作。是学姐，学弟知道错了。照片帮我整理一下，不要闹。你看一下那天的照片啊，挺好，对不对？这两个都是啊。对。阿丽，你是客家人哈？你怎么知道？华叔跟我讲的啊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你是客家人啊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有什么不好说的啊？那，小心烫。你知道吗？其实，俺没喊你呢。俺说时节哦，俺妈伊叫老俺讲客家话，俺要讲学哦，全就记搞起啊。怎么样？标不标准？我不会讲客家话。真的假呀？你爸妈都不会教你哦？我很小的时候就搬来台北啦。嗯。在台北，又没有什么客家人的朋友。现在有啦。你有没有加牛奶啊？给你。在学校讲国语的时候，又怕有客家口音。嗯。时间一久，客家变成一个很模糊的记忆。这样啊，我来教你讲客家话，怎么样？你客家话讲那么烂，还要教我？嘿嘿，还嫌哦，又不收你学费。那我考虑一下。还要考虑哦。当然。不奇怪，你回家的时候都不用跟你爸妈讲客家话。我好久没有回去看我妈了。阿丽，你跟你妈感情好像很好。对了，工作的时候都没有听你讲过，你妈妈走的时候，你大概多大啊？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。这么早啊？
因为太操劳得肝病死。爱上悲，爱上悲，用我的一家放世陪。爱悲，爱悲，悲来悲去。亲无路啊，亲无路，爱悲又伤贵。